那既然这样，我承诺，这次旅行结束，我的公司步入正轨，我给大家补2倍的酬劳。不是你再说一遍，我用手机录下来。你录我也不怕，等我公司步入正轨之后，我帮丽丽还你的钱。不是你这样弄得我很尴尬。敢不敢收？那不如别吃了。好了，那个我说正事啊，我刚才想到一个点子。我看这个旅游城市好多那种流浪艺术家卖艺的，有给人画画的，有唱歌跳舞的，都能赚到钱。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去啊。我可以去路边卖个艺，我可以弹琴唱歌，我可以画画。我们可以当观众，给他当托。啊，我除了当托，我还能当代驾啊。哎，好，这个主意好。哎，Kevin，那你就当好组织者，带着我们一起往香格里拉前进。我们大家齐心协力，目标香格里拉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让我们边走边爱，干杯！昨天晚上没睡好吧？叫你睡觉，手机关机，你就是不听。昨天都这么晚了，到底谁给你打的电话？一个熟人，听说知翰的公司发展不错，想要入股，我拒绝了。跟熟人打电话还要锁门啊？真是，跟你过了大半辈子，还是看不懂。喂，什么？你们要自己筹集资金继续旅行？对，董事长，楚总现在下定决心了，没有回头的意思。好的，知道了。你说这孩子脾气这么倔，到底像谁呀？你别生气了，算了算了，由他去吧。你说再多有什么用？你说再多他也听不进去，最终他还是会走他自己那条道。你最近怎么这么悲观啊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年纪到了吧。啊，老爹，现在经费出了点问题，估计要耽误一阵子，一时半会儿到不了香格里拉。经费问题，经费问题，或许这只是个理由罢了。也许他们会在那里交易，你要多加留意啊。我明白，我们的敌人非常的狡猾嘛。对呀，所以你要变得比他们更聪明啊。行，你放心吧。小天儿，咱出发了。啊，那我出发了，不跟你说了啊，拜拜。那是一种复杂的感觉，
转过来点。画的不错，画的可以啊。哎，等下能给我画一张吗？我也画一张呗。不要着急啊，排队啊！不要吵啊！不要耽误我们艺术家的创作。可以来我这里预约，50块钱一张，整条街这里是最便宜了。我也画一张，帮我也画一张。好 ，OK。等一下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2杯水就可以了。好，2号，谢谢啊。好，你是3号啊。夏夏，没观众啊，别不开心了，我给你当观众好不好？我得想想大招。什么大招啊？我完事儿了，1号来，上。我给你微信支付我，扫过了是吧？扫过了。OK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夏夏，这一杯专门是犒劳你的，这一杯是丽丽的。谢谢。这个咖啡豆呢，产自于巴拿马，有独特的水果香味。好像有哦。感受一下它的回甘，怎么样？哟，哥们儿，生意不错啊。找事儿呀？这不像好日子，生意好啊，多来多。怎么了？走去看看。啊。怎么了？别怎么回事？出事了，人还不少。你们都是今天刚来的吧？刚来的怎么了？不懂没关系，哥教你。这还有行规啊？要想在这个地方赚钱，就得跟我们说一声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在这画个画、唱歌，还要收钱啊？这不废话吗？当街收保护费啊！你们是聋吗？我大哥的意思没清楚吗？是这么大声？行吧，一句话，给还是不给？幸亏报警控制了那几个小混混，不然我们还真不好脱身。可就是让他们搅和的没挣多少钱。辛辛苦苦100年，一脚踹回解放前。本以为今天晚上能睡大床房了，现在只能委屈大家吃泡面了。咱的水还没好，得等会儿。先给他们吃吧。哎，你少说2句，咱现在还不至于山穷水尽。
到云南的吃处还是有的。你是养尊处优惯了，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。行啊。那咱们今天晚上怎么住啊？要我说啊，你能省一点是一点吧。你们2个女孩今天晚上辛苦一点，睡车上，然后我们3个轮流驾驶，争取明天到了昆明以后再想办法。可以啊。我没问题啊，你们呢？我没问题。那就按照。大家凑合住啊。好，委屈大家了。等我们的经费问题解决了，马上就改善住宿环境。没事的，楚总，这点困难我们都能克服，没问题的，放心吧。是啊，都一个集体的，没那么多事儿。夏夏，我听你说你在云南有朋友，能不能发挥一下你的人脉，给我们几个找点活干，挣点小钱嘛？行啊，我想想办法。打个电话。哎，陈导吗？哎，我盛夏。哎，那个，我现在在昆明，听说你也在云南，你们拍什么戏呢？哦，哎，你们还需要角色吗？可以给我留一个吗？哎，真的吗？哎，我这男生女生都有，就颜值很高那种。行啊行，那我们明天过来吧，你给我发个地址。好嘞好嘞，谢谢，那明天见，我明天带过来。拜拜。
夏姐姐带你们拍戏去。哎，别打了，夏夏。哎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我带了几个朋友一块儿。那跟我一起去见导演吧。啊，好吧。走来，进来吧。来，让一下。导演，俺们那替身演员到了，咱俩这样点，马上去啊！哎，这个扇子，来，接过一下，来。这我们的替身演员，您看一下啊。导演好。导演好。不错，这批素质要比上一批的要强好多。好，您看看。我们缺什么？缺一个女主的文替，还有一个男主的武替。这个漂亮。哎，那就他呗。哎，导演不行啊，他前2天刚出过车祸，脑袋受了伤，没好呢。没事，开导，可以的。哎，这脑子有问题的，你能把他叫过来？你又开始犯错误的。导演，我也这个可比那好。我叫盛夏，我是一个网络主播，我演技好。对，他可以。演技好。对，好。脑子有毛病。我不知道。那就只有演技好了。好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男主的武替。武替。对。导演，你看我怎么样？我经常健身。快唱啊！武替。有罗环腿啊，这不行啊，这下盘部。小伙子，来。哎呀，软绵绵的，这不行啊。这。够了啊！这导演别动，我喜欢，好没？就他，好，有劲儿，换衣服，好好演啊！来，扶正老师，给2位替身演员换个衣服。22场，2进3次。夏，加油，别紧张。先生，您的书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你干嘛呀你？停啊！不是什么情况啊？你就给他摸吗？你给他摸呀！你本身就是替身啊！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！可以就再来一个。那导演，我们从这儿开始还是再？你说嘞？好的，说的。来，各门准备。来，22场，2进4次。哎，姑娘别走啊！哎，喂，那个，你放开他！哎呀！牛逼了，你们太牛逼了！替身吗？这你拍过武戏没？我就问你拍过武戏没？你为什么要自己跳？我还没搬你啊！为什么要跳？乖，我们再来一条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乖啊，记住脸不要穿帮啊！OK， 乖。来，各门准备，来，22场，3进1次。开机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漂亮了！哎，不错，来，起来！哎，可以啊，没事啊！哎，道具来了，再来一个，我们再来一个，砸重一点啊，这还不行？不要露脸。OK，不要穿帮了啊！好，乖，再来一个啊！
2场3镜1次，开机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来，到。咖啡，我帮你打。小天，王教授，谢谢，辛苦了。哎，阿培，你愣着干嘛？赶紧给小天按呀！摔了好几下了。哎，可怜。哎，我是不是演得很好？特别好，就是那个导演喜欢骂人，别搭理他。哎，没事了，我以前也当过群演，导演经常骂人，很正常。吃点东西吧。小天，你这腰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就跟你讲啊，刚才那些武行不一定干得过我。看出来了。美女让一下，美女让一下，来让一下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起开！人家一个小姑娘坐一下，要什么劲啊？你给我起开！干嘛呀？这么说话呀？哎，没事没事。对不起大家，吃点零食。是我让大家受委屈了，对不起啊。哎，你不要说这种话。要不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夜宵。夜宵，我就不去了。啊，是啊，我也打一天了，回去睡觉了。那我也不去了，我回去算算账。我去。好啊，犒劳你。好，来，把提神给请上来。哎，到你们上场了，快，去吧。小心点啊！提神过来，注意安全啊！啤酒加烤串，简直就是美味。好久没有这样自在的撸串喝酒了，真的好开心。来，您的烧烤好。哎，谢谢。夏夏，我跟你说，在云南啊，你要吃法式大餐，楚哥哥真没办法。但是，这烤串，我管够。哎，听说这烤面筋不错，尝尝吧。行嘛，你不要多想哦，我就是没见过这么大方的老板，稍微激动了一下，你别误会。懂，都懂。喂，等回上海之后，你这顿法式大餐可还要补给我哦。那是一定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干杯！干杯！一言为定。哦，这一路来真是辛苦你了。宝宝们，这里是夏夏，看看我在哪里？猜我现在跟谁在一起呢？嗨，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爱的楚之汉。我们现在正在云南，我跟盛夏小姐正在吃烤串。哎，真的是不错，外酥里嫩，非常嫩。得刷屏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刚才好像拍到咱们这电影女主角同水儿了。
一会儿见到通水儿，就装作不知道这事儿啊。哎，婶儿姐早啊！早啊！哎，凭什么打人啊？凭什么打人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是谁让你把我的行踪透露出去的？你这是侵犯隐私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故意的呀，不是故意的，那你是诚心的了。我今天非得……哎，够了，童小姐，你太过分了。我们昨天是无意中拍到，并不是故意要传播的。你们这些人都有份儿是吧？你们这些人哪儿来的啊？有哎，都谁你找来的？哎，水姐，什么意思？您消消。这些人你找来的？我来解决。都什么东西？我来解决，我来解决。我来处理。导演，他为什么动手打人啊？盛夏，不好意思啊，导演说了，替身演员要重新再找，劳我找钱。我们走。走。你看，你一个人都坐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喝杯咖啡吧。我帮你揉个肩，放松放松啊。走吧。对不起，都是我搞砸了好不容易得到的赚钱机会。别自责了，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？是啊，跟你又没关系。你是我们最棒的主播。大家都别沮丧了，我又联谊了一酒吧，那正好缺歌手，明天咱们继续加油。哎，酒吧驻唱我在行的，上大学的时候为了攒学费，我去酒吧唱过歌的。不过你身体刚好，能行吗？没问题，不用担心。哎 ，boss， 你别着急了，我们想了。行了。我决定了，我们的旅行到此结束，明天回上海。哎呀，这才几天啊！你看你的白头发又长出来好多。老了呗，你给我染发的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我白发自然生长的速度了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真的帮一下志涵，让他自己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趁着年轻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这样的人生比较简单。如果被一些东西诱惑牵绊，挣再多的钱，有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，凯文？办法不是已经有了吗？我可以去酒吧唱歌，酒吧的小费你可别小看，挺多的。而且我们这都快到香格里拉了，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打道回府嘛？是啊。对呀 ，boss， 酒吧我都联系好了。行了，我是领队。为了这点路费，小天昨天被人摔了一整天。夏夏呢，又是被人揩油，又是被人侮辱。丽丽，你的伤还没好，我怎么忍心让你去酒吧驻唱呢？我不能让大家再为了我的理想，为了我的事业这么拼命了。就这么定了。楚总，凯文，其实我们志翰从小就喜欢大自然。那时候你出去写生，只要他学校里放假，他就会吵着要跟你一起去，而且他那么小，他就会自己整理他的小旅行包，换洗衣物啊、洗漱用品什么的，一样都不会落下，完全不用我操心。你还记得他小学3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，题目叫《一次难忘的春游》，而且还在年级的家长会上朗读过。当时老师给了他全班最高的95分。我当然记得啊，我还记得那篇作文的开头是这么写的：清晨，东方露出了鱼肚白。老师那时候就挺奇怪，就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是鱼肚白啊？”他就说：“是看我爸爸画的画，我自己琢磨出来的。”其实这孩子挺爱钻研的。是啊，你说这样的孩子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
从生意的角度来看，鸡蛋也不能总放在一个篮子里。万一有一天你不画了，我们志汉也得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呀，对吧？倩，其实我心里每天都在想，我真的想封闭了。鸿飞，这一天早晚都会来。咱把钱投资给志汉，也算是未雨绸缪，只不过换了一个狂放鸡蛋而已。好吧，不过我会先找人去做个尽调，我得看看他的公司有没有市场前景。具体操作你来安排吧。你放心吧。爸妈，我们明天准备回上海了。的确像你们所说，创业是困难的。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事业，让朋友为我无尽的付出，这样太自私了。没有了家里的支持，我寸步难行。回到上海，我希望你们能听听我的计划。志汉，不要泄气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香格里拉，梦想也总有一天会实现，加油！哎，那边好多记者过来了。下去看看吧。外面怎么那么乱？别吹了。好像都是记者，怎么办啊？你待会儿先避一避吧。先避。收工了，都快进来了，你快去找人。哎，池波哥，咱们怎么想办法帮童水儿逃出来啊？小白，你干嘛呀？他刚才都那么对你，你还帮他？他这个事儿是由我直播引起的，我觉得我有责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同意。我突然之间想到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们俩干啥？我们是来帮你的。你们？对，相信我们。谁给你把墨镜和帽子摘了吧？让我们看看你吧。和观众打个招呼吧。对。喏，看清楚了。是个冒牌货呀！谁报的假消息？抱歉让你们失望了。你们昨天看的也是这替身，大家都误会了。散了吧。走。哎，再见。走，以为能吃到什么大幸。哎，师姐，这是明天通告。哦，谢谢啊，陈导。来，麻烦你把刚刚帮我的那帮人找过来好吗？好的，谢谢啊。哎，走这么着急，钱不要了？谢谢导演。哎，没事。啊，对了，那个水儿姐请你们过去呢。请我们？啊。水儿姐，你看他们来了，辛苦啊，我先忙。刚才对不起了。没事。
我听说了你们的房车之旅的计划，也从网上了解了一下你们的情况。我对这个项目十分感兴趣。哦，那好啊，你可以跟我们楚总聊一聊。童小姐你好，我是楚之汉，是这次房车旅行的负责人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是个直接的人，就省去那些客套话吧。我知道你们这个计划现在急需资金，你看我赞助一笔费用给你们怎么样？一来呢是感谢你们今天帮我解了围，二来我也不想让你们这个项目流产，三来呢也算是我的一种投资，你怎么看？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们马上出合同。感谢童小姐，谢谢。老爹，家里头还好吧？怎么样，直播之旅还要继续吗？现在赚到点钱，应该可以继续下去。那你的身份呢？李新月怀疑吗？眼下看来应该是没有。我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李新月跟贩毒集团没有关系，跟他接头的人也没有出现，他的嫌疑应该可以解除了吧？那有关那幅画有更多的消息吗？喂，小天儿，小天儿，我在呢。你的任务还没有结束。有关那幅画，他给你看过吗？你知道在哪儿吗？他为什么要调包那幅画？那幅画的背后有什么秘密？这些为什么都是你要留下来的理由。我明白，我会继续跟。小天儿，小天儿。好了，他们叫我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金小天儿，来了。嗨，现在我们在美丽的滇池边进行昆明的最后一场直播。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经历了好多的事情，大家都来谈一谈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。boss先来。好，云南的鲜花很美，烧烤超赞，因为我们都是吃货。我非常不喜欢那个姓陈那个导演，太猥琐。还有剧组的钱确实不太好挣。在哪赚钱都不容易。我觉得那童水儿挺漂亮的。哦，那倒是啊，你就知道童水。新月说，我觉得经历了一路的坎坷，我发现，只要我们想改变，事情总能往好的地方去发展。丽丽，说得好。那我们励志一下吧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让我们边走边爱。这个。